帖撒羅尼迦後書，帖撒羅尼迦後書第1章。我是保羅，我同時拿老提摩太寫新的本帖撒羅尼迦教會，就是屬我哋嘅阿爸上帝，老主耶穌基督嘅眾信徒。因我哋嘅阿爸上帝，老主耶穌基督賜恩典平安俾你哋。兄弟姊妹啊，我哋應該常常為到你哋感謝上帝，這是當然嘅，因為你哋嘅信心非常進步，你哋得撒彼此相惜嘅心也太有增長。因為咁樣，我哋在上帝嘅國教會中，拿你哋來誇口，我哋稱讚你哋，因為你哋在所受嘅一切迫害和患難中，還是相信，還是忍耐。這就是上帝公義審判嘅證據，證明你哋堪得享受上帝國嘅福氣。你哋一直忍受苦難，就是為到這個國。上帝愛施行公義，佢愛本嗰啲迫害你哋嘅人度到災難，佢愛本你這啲受苦嘅人，同我哋共下得到釋放。主耶穌老佢太能嘅眾天使，對天堂在火焰中顯現嘅事，上帝就愛執行這件事，佢愛執法嗰啲奇蹟，然後嗰啲唔聽從我哋嘅主耶穌福音嘅人，主再來嘅日，嗰啲人會受刑罰，永遠滅亡。對主嘅面前，老佢太權能嘅榮光所隔絕。在嗰日，佢要對屬佢嘅眾聖徒得到榮光，接受所有信徒嘅稱頌。你哋也愛在基督嘅當中，因為你哋已經相信我哋所傳嘅福音。為到這個目的，我哋常常為你哋祈禱，求我哋嘅上帝本你哋看得佢嘅福壽，讓佢用佢嘅權能幫助你哋實現一切向善嘅心願，成就你哋憑信心所做嘅工作。咁樣，我哋嘅主耶穌嘅名就會對你哋得到榮光，你哋也會對佢得到榮光。這是通過我哋嘅上帝，老主耶穌基督嘅恩典來嘅。